今期咧想同大家探討下咧，喺2026年馬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嘅美容院咧應該有啲咩要注意？美容院嗰個儀器究竟係點樣樣咧？咁我哋今期可以探討下嘅。咁我哋知道咧，2026年咧就係丙午馬年啦。咁同2027年咧丁未羊年咧，你見到咧丙午丁未天干地支都係火，同埋咧係馬年同羊年。咁傳統玄學咧，我哋有個講法嘅，叫赤馬紅羊。赤馬咧就丙午啦。丁未咧就係紅羊，所以兩個加埋咧就係為之赤馬紅羊。咁咧係每60年咧，即係一個甲子裏邊咧就會出現一次嘅。咁通常咧赤馬紅羊咧都會代表着咧好多咧天災啊、人禍啊，好多咧不幸嘅事件會發生。所以傳統咧我哋會有講過咧就係咧叫赤馬紅羊劫，就係形容咧喺赤馬即係丙午啦同埋丁未呢2年期間咧就出現嘅一啲天災人禍。咁咧好明顯明年開始咧就係赤馬紅羊嘅第一年啦。咁啊，2027年就第2年。咁喺赤馬紅羊之年咧，咁我哋美容院嗰個風水佈局咧，有啲我哋需要注意咁去調整嘅。咁嗱，首先我哋先講下啦。咁喺2026年嚟講咧，就係正式踏入咧下元九運嘅第3年。咁下元九運咧就係從2024年立春開始啦。咁九運咧，我哋就咧以離火卦咧就為嗰個主運啦。咁咧係所有同電腦啊、高科技有關，因為火同電嗰啲有關嘛，所以 AI 啊、5G 啊、Cyber Security 啊、Programming 啊、Data Management 啊、機械人啊、新能源汽車啊，或者以高科技為主嘅項目嘅話咧，咁喺九運嚟講咧，都會咧係會異常興旺嘅。咁喺美容院嚟講咧，我哋都要咧係咧因時制宜。喺硬件嚟講咧，應該要引入多一啲咧係先進嘅美容儀器啊同設備，咁樣與時並進，務求咧令到美容院咧我哋咧係贏喺起跑線，起碼咧同行比較咧，我哋咧係出類拔萃嘅。咁喺軟件嚟講咧，我都會多啲咧係運用咧人工智能嘅方法咧，係令到我哋咧工作嗰個效率咧係更加提升。咁咧就會有助咧係配合呢個整體九運嗰個發展嘅。咁喺整體20年嗰個九運嚟講啦，咁咧我哋都係以火運為主啦。咁所以咧美容院嗰個整體嗰個裝修格調咧都係以火運為主嘅。譬如係以火嘅顏色啦，紅色啊、粉紅色啊、棗紅色啊、橙色啊、紫色啊、鮮黃色呢啲火運嘅顏色咧，就正正咧就配合到咧咁九運嗰個元運嗰個發展，可以相得益彰嘅。所以喺美容院個整體以20年嘅佈局裏邊嚟講咧，多啲用呢啲火運嘅顏色咧，將會對美容院咧嗰個整體嘅個運程咧係會有所幫助嘅。咁木生火啦，咁所以咧，譬如綠色屬木嘅顏色啦，或者多啲嘅室內嘅植物，譬如發財樹啊、觀音竹啊、富貴竹啊、金錢樹啊，呢啲等等嘅綠色植物咧，喺美容院裏邊你都可以適量咧就去佈置，咁都可以增加嗰個喜慶嘅。屬土嘅顏色啦，譬如講緊係米色啊、棕色啊呢啲，因為火咧就會生土，就削弱咗嗰個火氣，所以屬土嘅顏色咧有少少咧就不利。金咧，因為火要克金，所以會削弱到嗰個火氣嘅。金嘅顏色就係金色、銀色、白色，所以咧亦都唔好太多，咁啊少少就 OK 嘅係。咁另外啦，屬水嘅顏色咧喺九運嚟講咧屬於大忌嘅，即係黑色啊、藍色啊、淺灰呢啲，因為咧水能克火。啱啱咧就同九運嗰個火運嗰個元運咧就係咧有所衝突，所以咧最好咧就盡量咧去避免去使用。但係咧喺2026年火旺之年嚟講咧，或同埋2027年咧，咁我哋咧要有少少要調整嘅，因為2026年咧天干地支丙午同丁未。丙午年咧，天干係屬於丙火，地支係屬於咧午火，天干地支同樣屬火啦。再加上喺九運期間，咁啊火勢咧就過於浩大啊，所以我哋咧係要適量咧係作為啲調整，少少咧加啲水嘅元素，譬如用啲藍色嘅裝飾啊佈置，但係唔適宜太多，唔適宜咧係太大嘅佈置，咁咧就會有所幫助嘅。咁啊灰色嘅同黑色屬於陰水嗰啲咧，我哋盡量避免，用藍色屬於陽水嗰啲咧就會比較咧就柔和一啲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嗰個水火相沖個現象咧就太過重要。咁同埋啦，少少藍色嘅元素 OK 啦，但唔適宜太多。咁我哋
盡量咧係要做到咧就係水火既濟一個嘅局面嘅係。咁另外啦，土嘅元素同金嘅元素咧，亦都係喺2026年咧適量咧就加多少少咁樣，因為咧可以有助咧就減弱嗰個嘅火運嗰個運勢咧會有所幫助嘅。咁其他年份嘅話咧，我哋都係以咧係九運離子卦運為基礎。咁只不過2026、27年咧，我哋係因為火勢太強，我哋咧要稍微咧減弱少少。咁嗱，另一方面咧就講緊咧嗰個飛星咧，流年嗰個飛星神煞咧，我哋都有所注意嘅。咁喺2026年嚟講咧，九紫星咧就係作為最吉慶嘅星啦。咁流年嘅九紫星咧，我哋又叫喜慶星。咁2026年咧就飛臨東南方，所以東南方咧係喺所有方位裏邊咧，喺2026年咧係最興旺嘅。東南方咧原局咧就屬木嘅，咁啊九紫星屬火，本來咧已經係咧一個木火通明咧嘅一個象徵啦。咁所以咧作為咧重要嘅工作場所，譬如市場策劃啊、推廣啊、會客啊、見單啊、開單嘅地方啊、財務啊、收銀等等嘅地方咧，不妨咧係選擇咧東南方咧，對大家咧嗰個美容院嗰個嘅生意咧會有所幫助嘅。咁流年100星咧就係咧飛臨東宮，咁又叫做咧貪狼星啦。100咧喺九運嚟講咧屬於生氣之星啊，屬於第2嘅旺星。咁而中宮咧就係屬土嘅。咁100咧就屬水，所以你見到咧喺中宮嘅100咧，其實咧嗰個力量咧係減弱咗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由土克水係入囚嗰個嘅概念，即係好似咧喺嗰個監倉咧係囚禁住嗰100星，令到100星嗰個力量咧唔能夠發揮出嚟。所以我哋咧喺五行嚟講咧，我哋用一個通關嘅方法咧，去令到咧去生旺佢，可以咧用土去生金。金去再生水，所以去增加啲金嘅元素咧喺中宮裏邊，金屬嘅擺設啊、金屬嘅裝飾嘅話咧，就有助咧就係增強咧100喺中宮嗰個力量嘅係。咁另外啦，流年嗰個三碧是非星嘅話咧，喺2026年我哋需要特別要注意。個原因係咩咧？因為2026年咧火旺之年，火旺嘅話咧就好多咧口舌啊、是非啊，好多嘅矛盾咧就會出現。咁而是非星咧，正正咧就會咧加強咗啲咁嘅矛盾嘅。咁是非星咧去咗西方啦，因為是非星本身係屬木嘅，正常嚟講咧，我哋會用火咧去化解個是非，因為木啊嘛，用火咧就去化解佢。但係因為咧2026年咧本身咧嗰個火氣已經太旺啊，再加火元素嘅話咧，就驚咧就適得其反，所以我哋咧適宜咧就係咧用其他嘅五行，我哋唔可以用水喎，因為點解咧？水會生木啊嘛，所以唔可以用水去熄滅嗰個火，因為咧會生旺嗰個三碧是非星嗰個木性。咁所以最適宜咧就係用金屬去克嗰個咧三碧是非個木，我哋亦都可以咧增加多啲金屬嘅元素啊，金屬嘅擺設咧喺呢個西方就可以咧有助咧係克制咧三碧嗰個嘅凶性。所以你見到咧喺2026年嚟講咧，我哋咧好多地方我哋都會用金嘅元素。咁嗱，另外啦，流年嗰個太歲五黃咧，今年咧亦都係飛臨咗去南方，所以咧喺南方嚟講咧，我哋宜靜不宜動，千祈唔好咧喺南方咧做一個咧嘅動土啊或者大嘅工程。咁啊，用金屬嘅擺設咧，亦都可以咧係克服到咧呢個五黃嗰個煞星嘅。咁你可以用咧就13層嘅金屬文昌塔去鎮煞啦，或者其他金屬嘅元素去鎮嗰個嘅煞氣咧，會有所幫助嘅。咁流年嘅二黑咧就去到咧西北方，咁二黑咧就屬土嘅，咁西北方咧今年咧就變咗個病符星。咁對於個土煞咧，我哋都係用咧金去化去，咁可以用金屬嘅葫蘆咧，就擺喺西北方去化解嗰個土煞。咁流年嗰個三煞咧，同埋歲破咧，咁今年咧就去到嗰個北方，同樣咧，我哋係宜靜不宜動啦，盡量避免少用，少啲去做一個重要嘅用途咧，都會大家嗰個運程咧會有幫助嘅。咁亦都適宜咧放3個麒麟咧喺北方咧去鎮嗰個嘅三煞嗰個煞氣。咁最後啦，我哋咧歸納咗咧有8大咧開運嘅宜忌咧，咁2026年咧美容院咧可以咧係適量去使用嘅。第一啦就係呢個採納個旺氣。咁2026年咧最旺嘅地方咧就係東南方，因為九紫星飛臨啊嘛，所以如果東南方咧有開門或者窗嘅話咧就最好啦。我哋可以開門開窗，將嗰個咧旺氣咧引入咧美容院嗰度。咁有個前提喎，就係咧開門開窗之後見到嘅景觀咧嘅外物咧就唔可以有咩穢氣啊、煞氣呢啲。
咁咧就可以咧就開門窗，將個旺氣咧引入嚟，亦都可以咧喺個東南方咧加設咧長明燈啊，或者咧紅色嘅擺設，有助咧就加強運勢嘅。咁第二方面咧就可以咧係財富豐盈嘅效果。咁美容院個收銀台咧應該保持咧整潔明亮啦，切忌咧就雜亂無章，否則咧就會影響個財運。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喺咧個收銀台附近咧就加設咧就聚寶盆咧，就增加嗰個財氣。亦都可以咧放置鮮花，譬如蝴蝶蘭嗰啲咧，係增加貴人運，從而咧就帶來嗰個財富。咁第三咧，我哋可以用咧嗰個咧，我哋叫做咧音響咧開運嘅一個方法。咁東北方咧喺流年4、6咧文昌星飛臨嘅。咁如果喺東北方嘅話咧，放置啲音響嘅設備，播放啲輕音樂啊、愉快音樂嘅話咧，就有助咧就增加嗰個文化氣息咧，提升個意境。咁第四啦，我哋亦都可以用呢個神獸咧，就做一個鎮煞。咁正對大門，譬如前台正對大門嘅地方，可以擺放貔貅啊、麒麟啊、龍龜啲神煞咧去鎮煞，起到呢個鎮宅嘅嗰個效果。咁第五啦，我哋呢避免咧陰氣過重。咩叫陰氣過重咧？如果譬如美容院好多譬如雜物啊，係影響到個通風啊、採光嘅話咧，我哋適宜咧就調整下去、整理下去啦。咁另外咧，倉庫啊、雜物間咧，亦都可以保持整潔明亮。咁將即係個雜物間個門咧，可以咧時常關閉咧，就對大家嗰個運程會有幫助嘅。如果長期陰暗嘅角落咧，可以咧增加啲採光，咁可以有助咧驅散嗰個陰邪之氣。咁第六啦，咁我哋都要避免咧就死氣沉沉啊。咁譬如門窗如果長期關閉啊，或者個通風系統太老化，或者你嗰個美容院個通風系統咧唔可以引入到啲鮮風嘅話咧，咁呢個咧都需要咧作出調整，避免咧令到個運程惡化。咁第七啦，我哋要避免咧就水火相衝，即係譬如飲水機啊、水龍頭啊，要避免同啲爐灶啊、微波爐嗰啲屬火嗰啲咧用品咧係相衝，咁咧就會去減低呢個水火相衝，從而咧係減少不必要嘅矛盾同衝突。咁最後啦，我哋避免咧就桃花過俗啊。咩叫桃花過俗咧？譬如一啲假嘅花啊，一啲乾嘅花啊，或者一啲帶刺嘅植物咧，會帶嚟呢個爛桃花或者呢個衰敗之氣。咁所以咧可以盡量避免，最好就唔好用啦。咁避免咧就引發到是非小人，咁就影響到個美容院嘅運程。咁喺度咧祝大家2026年咧就係生意興隆、財源廣進。多謝咁多位，多謝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內容，請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啊，同埋記得 share 出去俾你同樣貪靚嘅朋友，再 subscribe 埋 channel 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美容資訊啦。